迎大家做伙来敬拜。请备万心，请奏乐。所疼的兄弟啊，咱着相疼，因为疼是对上帝来，见若疼的是对上帝生，搁捌上帝。这时，请咱三甲来吟诗阿罗上帝，圣诗34首，天父上帝至大人来。请兄弟起立，做伙来吟。
放心，用主家是咱的祈祷文三角来祈祷。愿天li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就，你的理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平安快乐，下面阮的国务，亲像阮下面国务阮的人，我你是我的是，要叫我管理的爱，领导管理的天灯，所有所有，开开无息。阿门。咱正要用使徒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路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定是第死埋葬落骨，第三日对死人中复活，上天，感谢你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咱过来生活，活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共同教会，圣母相通，最下类，永被国华，永远的华名。阿门。请坐。这是咱要来交托经文28篇，也是诗篇118篇。经文18篇，由我来替正向做来引。要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愿以色列讲。愿阿伦祭司的家讲。愿所有敬畏上主的人讲。伫危急的时，我求救上主。上主甲我同在，我袂惊吓。甲我开公义的门。这个门是上主的门。上帝啊，你有应答我，我要感谢你。去除师傅气杀的招。这是上主的作为，这是上主所定的日子。上主啊，阮求你解救阮。奉上主的名来的，迄位应该受祝福。着举手机参加庆典。你是我的上帝，我要感谢你。着感谢上主，因为伊至善。祈祷咱同心仰头来祈祷。慈悲听从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的保守带领，今早起因带阮正受阮的囝儿来到你的面前，做伙敬拜你。阮要献上感谢俄罗你。过去一礼拜，阮无论拄着顺境还是恶担当的事，离开得罪你，拢求你施阮保守赦免阮。你是创造万物的造物主，是公义和平、人民人的救主。阮要倚靠你。阮要将所有的看路交托你，求你将稳定甲力量赐予阮，互阮会通得到你及时的帮助甲祝福。感谢天父，因为你的疼，使阮每一人伫地面上拢有疼阮的老爸。阮要纪念甲感谢伫地里甲天年的老爸的恩情。求你，互阮进行中的聘牧事工会通顺利进行，使阮有好的牧者。阮的长青乐活班甲手机班也会通顺利推行，提供社区好的服务，互更较侪人会通认捌你。求你保守扶持安慰伫海面风灾受难的甲受害侪人的同胞，
互因会通伫悲伤痛苦的经境中见福源平安。阮也要为着世界的和平甲台湾的安全祈祷，求你互俄乌战争以及以巴战争紧煞，保守安慰遐的战争受害者，因会通得到平安。互小战双方面的执政者，拢会通以疼心彼此赦免温台，追求和平。求你保守带领馆、安慰馆中间有拄着试炼、恶担当的事。身体欠安，以及伫网络甲阮做伙敬拜的兄弟，赐圣神甲阮同在的力量，互阮会通勇壮、平安、喜乐、安然经过逐项路径。今日敬拜，求圣神临到阮中间，互杨牧师分享的信息感动阮，帮助阮搁较明了你的旨意，成做阮日用的准证。阮安尼恳求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门。咱三甲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圣经信约以弗所22章19、10到20，另外一位是提摩太前书3章14节到16节。以弗所2章19节，安尼恁无搁做外面人架骹的，就是甲遮的圣徒上国做上帝家来的人。受起造伫遮个使徒甲先知的地基顶，基督耶稣家己做处甲要紧的石，在伫伊见那所起的拢三联络，踮伫主来渐渐成做圣殿。恁也踮伫伊三甲受起造，成做上帝用神所起的厝。我一位记载伫提摩太前书3章14节到16节。我写这的互你，是愿望本身紧紧到你遐。这事若延前，也是互你通知，应该着怎样行伫上帝的厝，就是真活上帝的教会，真理的调招甲地基。大敬虔的奥妙，无人毋掠做着，就是伊显现伫肉体，称做义伫神，出现伫天使。宣传伫外邦，互人信伫世间，接纳伫阳光。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这是讲正道请本堂的张牧师，伊的题目是听爱阮的家。爱咱的家吼两层意义啦吼。一个意义就是咱家己的家庭，咱一定爱去固守、疼惜。珍惜伊，另外一个意义是上帝的厝，神的家，教会就是上帝的家。希望咱大家三甲来听伫咱周围、伫咱的生活、伫咱家庭以及咱属灵的家教会这个团体。先甲父亲甲阿公恭喜，终于等到父亲节了吼。毋过当年的父亲节。照例拢爱小可 complain 一下啦吼，因为父亲节甲母亲节差太多了啦吼。咱大概母亲节拢足盛大，各家庭拢去外口食。咱小调查一下，有要请爸爸去食饭的，请举手一下好。2个、3个、4个。你今日听了，拜托紧去订餐厅吼。紧去订一个餐厅，有哪甲爸爸慰劳一下啦吼。确实啦吼，妈妈实在是伫家庭扮演足深的角色，总是做爸爸吼，有时会感觉心内嘛小可期待呢。美国父亲节是6月第3礼拜，咱台湾用8月8号同音来讲爸爸节。心内若到迄个日子吼，心内小可我来期待讲，
今仔日阮的阿囝毋知敲电话来无安尼吼，啊毋知会记得袂？敲一通电话咱就足欢喜啊！啊，一个爸爸嘛是安尼，伊伫咧期待讲，爸爸节安尼，为下早等到暗时，拢无动无静啦。啊，嘛无要去食饭，啊，逐个做伙食饭到迄暗的时，因囝吼去开冰箱，伊想我无至少嘛一个蛋糕。啊，因冰箱开了后，因囝甲问讲：爸，今仔日是几月几号啦？伊想讲来，有蛋糕通食嘛好安尼。因老爸讲8月8号啦。因囝讲牛年过期啊啦，无人去想到父亲节啦。所以这个是一个失望的爸爸。啊，我想这2年伫这个网络上上流行的一个笑话，大概就是因老爸替伊去办房贷。这个笑话恁有听到无？因老爸去替因囝讲房屋贷款到底要安怎办？迄银行员甲问讲恁囝是拍算讲一个月月付还是要季付安尼？后来咱就知影吼，用国语讲岳父，伊讲毋是啊，我毋是岳父，我嘛毋是继父呢，我是父亲呢。银行讲原来你是要一次父亲哦，原来你是要来一次父亲800万就一概甲你付安尼。所以即马最近台湾就是甲父亲节定义做父亲节啦吼，你就是甲恁囝的房贷、甲伊的汽车贷款拢甲伊付好清楚，安尼你就是一个父亲啦。我想老爸的家庭内底，无应该是干那一个提供经济、提供这物质的一个角色尔吼。每一个家庭，咱需要更较重视物质以外，咱的家庭的价值，特别珍惜家庭，大家还佫斗阵的时，迄种的温暖。我想这个就是最近的这个网站定定看到的啦吼，就是父亲节被认为是父亲节确实我会记得有一届吼，乌无书迄阵我伫遮服务的时阵，乌无书讲到一个英语 family 吼 ，family 甲拆字变做 father and mother I love you FAMILY 老爸老母我真疼，规个是用爱来结合在一起的。我想咱大家人嘛真爱这个，咱有一首歌叫《甜蜜的家庭》我的家庭整洁美满虽然无大厝，大家都真三疼这个是一个真大的恩惠，甜蜜的家庭不过时代在变，最近这种甜蜜的家庭好像越来越少看到。敢每一个家庭拢真甜蜜，伫现代社会家庭有真侪条件吼。我最近看一篇文章讲，对即摆的家庭有五大痛点吼，就是一方面是工商社会，所以爸爸真疼即个家庭伊真努力伫伊的工作观顶，伊嘛爱较长的时间甲囝儿做伙，总是有时下班回来，囡仔已经困去伊要上班，囡仔已经去上学了。迄个家庭时间真短那囡仔较大汉，到拜六礼拜要甲招让伊甲同学约好了，已经无，所以迄个父亲子的时间很短。不过即马妈妈嘛是共款，即马大概职场都是需要2个人去上班，才有法度通去配这个meal这房贷等等这些钱，所以妈妈上班了，回来佫煮饭，佫各方面看囡仔的功课，两头烧非常的超凡即马佫是高龄少子化，所以咱真侪是县顶爸母，因为即马真高龄，大家拢到90岁、100岁，所以县顶还佫有老爸老母下面还佫有真细汉的囝，所以迄个担真重啦吼所以。讲台湾是变做幸福感是用物质来定义的，家庭能力，你的家庭的能力。咱的囡仔去到下学的时阵，人伊即摆咧用 iPhone 1515万呢，咱还佫咧用 iPhone 6迄种的比较，
望因爸爸妈妈都买互伊，也是安那，人家有什么东西，我嘛望。所以囡仔倒转来，甲父母咧讨这物件的时，会感觉迄个压力搁较大。最后就是讲，整个社会文化不是很友善，所以咱台湾上班的时间真长真长搁会互相比较。人因囝去学英语，我无送阮囝去学，是人咧学电脑，人即摆咧学什么 AI， 即摆是咧迄落。所以你即摆看最近所有的即个什么夏令营最近迄个昨做了一个新闻是12000块的夏令营刷去溯溪，刷去学饮食。这个夏令营大家也嘛足感慨咧，互伊去多体会。我想这拢是真好，总是随上家庭的经济重担真重。咱最近毋知看过最近上流行的这个著作啦吼。当然我著作我是无读，总是电影我有看啦吼。这个乡巴佬的挽歌最近的流行就是这个是共和党今年提名副总统JD Vance伊伫2016年伊家己写伊的著作，伊伫耶鲁大学咧读的时阵，迄个虎妈，迄个蔡教授甲伊讲，你的故事你需要讲互人听，所以鼓励伊去写这个著作。大概伊的内容就是，JD Vance伊算是白人蓝领阶级的因本来住伫即个Ohio迄个所在，即个中西部即个地带本来是美国钢铁业甲煤矿出产经济算袂歹，总是全球化一寡产业外移等等这个代志，直到规个经济非常会歹，真侪人失业，无头路通趁钱，所以即个蓝领阶级的困境。所以最近大家咧讲要去了解川普为什么会得到白人较蓝领阶级的支持，爱去看这本册，因为伊有提到有足侪社会环境变迁对一个家庭的影响。这JD Vance伊实在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伊的老母高中就怀孕啦。伊老母成绩讲真好，本来是高中毕业的时阵要去代表学校去致辞的，但因为怀孕，所以高中就辍学了。辍学了后，一直婚姻爱情一直袂顺所以换来换去。伊的外公是心情郁卒，所以酗酒所以这家庭真无正常。至少伊有3个正式的 stepfather。连伊妈妈就带伊甲另外迄个阿姐无共爸的阿姐2个人，连伊去即个家庭，连伊去迄个家庭，迄个继父的家庭嘛无一定真好，男朋友一来换来换去，伊的老母也因为这经济压力低到去染着爱食毒，虽然因阿嬷甲因老母，互伊去读护理，得到护士的执照，总是因为食毒所以工作嘛袂顺，定来去lay off 去。后来有一届伊的外妈发现讲，即个JD Vance伊即马甲迄个继父大家庭，迄个继父因兜拢咧食大麻，袂使，伊袂使，所以伊阿嬷全家带倒来家己过。因阿嬷嘛无受什物教育啦吼。这是这出电影应该如果咱去查，也阁有乡巴佬的悲歌。所以咱人看见这个家庭我的家庭不一定都美满。有的人一出世就是面对足侪只个产业外移啦，社区环境变化了，失业马上就规个家庭问题就拢来。伊的老母也是安尼，一步走错了，后来人生就差不多真恶个爬倒出来。所以迄天互人感动的一幕就是因。妈妈后来有戒毒啦伊甲伊妈妈被提名的时候讲，咱每年来北京庆祝你戒毒10周年已经有戒毒到目前至少6、7年7、8年以上所以无够成熟的父母去带迄幼囝没有力量脱困这囝儿受到真侪伤害。
好佳在即个阿嬷看袂使，就带倒来隔代教养。后来高中毕业，因即个无啥物经济背景的人，会通去做的，就是去做兵，去参加海军陆战队。所以去做兵的时阵，伊讲伫军中受到迄个纪律的生活，你爱服从等等遮的。所以高中毕业了后，迄个做兵退伍了后，伊才有得到美国军方的赞助，讲你去读Ohio State 迄个州立大学，伊成绩也真好，做了真好。后来伊转入去耶鲁大学，整个翻转伊的人生。伊讲进入到耶鲁大学这精英阶段的时候，才发现讲，原来你若有律师，佫是耶鲁大学毕业，伊一天的收入会通抵过因蓝领阶级一个月的收入，一天迄个差距非常的大，所以非常清楚这个代志，翻转这个人生。所以我想，这个毋是所有家庭拢甜蜜，咱家庭有足多条件的。所以台湾即摆目前咱嘛是安尼，他说升学压力囡仔嘛非常的辛苦，做爸母的嘛非常的辛苦。以前咱至少就阮的时代，兄弟姊妹拢4、5个，即摆拢1个2个，已经很小家庭，大家佫拢非常的无闲。咱看见的就是三明治时代，他说安尼讲的。反正我特别咱即摆磐石团契有真侪即种的情形，爸爸妈妈定定有时爱送去病院，有时爱什物照顾，我囡仔还佫咧读册，还佫补习等等遮的。所以有真侪人开始为什么不婚是不子都无爱生囝。大家感觉做顶客族顶客就是为英语 double income no kid， 两个老爸老母拢做伙去上班，然后迄份薪水，就是咱来去享受人生，享受两人的生活，安尼就有够业。嘛有一寡人感觉讲，人生敢一定爱有家庭，敢都爱伫婚姻的束缚内底，所以无结婚一个人搁逍遥自在，这是咱即摆看见即个问题。所以我想，如果咱还佫有家庭，咱的囝儿、咱的孙仔伫咱的边咱随常爱非常会珍惜，非常尽量甲因联络。可能安尼讲较歹势，因为我即摆人伫台湾，我3个囡仔伫美国，所以至少我毋茫讲我的囝一礼拜一届甲我视讯，我们设定一个时间，就是美国礼拜9点，台湾是中昼12点，明仔载中昼12点。你若有时间，你就要上网我们要看一下，大家互相见一面。恁最近这礼拜生活什么款？如果会使无什么代志，做一个祈祷，至少一礼拜联络一届。我想即摆现代科技遮尔发达咱的囝儿如果若愿意甲咱配合，迄个关系才会疏远去。愈无联络，关系愈疏远。所以要建造一个幸福的家庭，我真爱即个箴言箴言24章第3甲第4節單話是甲厝甲家庭甲用做伙啦伊講家庭，我甲改做家庭啦你有看台灣聖經是講厝，家庭是對智慧來起造，用聰明來建立，閣有知識，就遐個房間有逐項寶貝甲水的財物滿滿。伊甲智慧、聰明甲知識甲分開，咱大家講這個好像是一樣東西。總是在咱的真理，在咱的聖經內底是甲咱講，智慧是對敬畏上帝，一個敬畏上帝是智慧的開端。聰明可能咱的智商大家攏無共啦 ，IQ 攏無共，有人這方面較巧，總是咱嘛有咱的聰明的所在。總是上帝予咱的恩賜，咱對人生的經驗內底佫較體會安怎去看咱的性命、咱的家庭。聰明會通對人生最體驗內底來得到知識，就是對不斷的學習。人即擺咧講 AI 無我就小可知影什麼是 AI 各方面我會通去吸收的，我繼續來學習累積，來互咱佇即種有智慧、有聰明、有知識的中間，來建立一個美滿的家庭。我先伫父親節的時陣，先甲咱大家做伙來勉勵，佫一擺請咱做伙來祈禱。
天父，阮感谢你，因为家庭的制度是你所设立。对婚姻，你将夏娃带到亚当的身边。你讲，迄个人单身一个毋好，都要有一个来互相扶持帮衬。对安尼婚姻家庭的制度得到建立。总是时代变迁，今仔日阮侪侪家庭拄着真侪挑战。祝阮珍惜你，互阮伫地上的产业。阮感谢你，将宝贵的囝儿赏赐伫阮的家庭内底，互阮替你来做一个尽忠的管家，互因成做一个敬畏上帝，也会通利益人类、利益社会的人。祝阮今仔日抑去扮演即个角色，求你互所有的父母，真正亲像箴言24章所讲的，阮有智慧、有聪明、有知识。来赢过即个社会对阮的囝儿、对阮的家庭所提出的挑战，互阮每一个家庭真正拢是甜蜜的家庭，是上帝所祝福的。恳求你听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下面我特别讲教会，教会嘛是上帝的家。这个是保罗伫咱头先读2段的圣经内底所甲咱讲。我想。初代教会拄好才成立的时阵，因完全毋是有预谋讲我要设立教会。咱若读使徒行传知影，伫迄五旬节的时阵，即个圣神一降临了后，彼得一场的演讲，既然互3000个人，就马上认我要认耶稣做我的救主，做我人生的主。这个团体就忽然间就形成了。那形成了，到底？伊也毋是政治团体，会通讲是一个信仰团体。总是对即个信仰的团体，要安怎互基督徒知影，咱即个团体的目的到底是甚物？上帝对即个团体期待是甚物？所以伊伫初代教会是保罗有一个真大的挑战。所以咱若读保罗的批信内底，咱会通看见保罗就用真侪咱较想会到的方法。来批评教会，互基督徒知影，用咱人生的经验，去揣摩教会应该是甚物款。所以伫哥林多伊用几下譬如吼，咱简单来讲，因为咱最近开始咧聘无，我想过一届最近即几个讲道拢要用教会是甚物，咱期待甚物款的牧师将来引带咱对教会来定心有一个任务。保罗伫哥林多前书3章90到11节，伊讲吼，照上帝所赏赐我的恩，我亲像师傅头有下地基，别人起伫迄顶面，总是迄个地基是上帝要起造的一个厝体啦吼，总是这个地基上重要就是耶稣基督。所以今仔日咱们教会伫这个所在，咱地基看会到，咱毋知挖到地下几楼安尼，总是。规个教会无形的地基，就是你甲我今仔日咱三甲组织伫遮组成一个团体，是因为耶稣基督，是因为即个上帝用耶稣基督救赎咱，互咱有一个新的身份，是上帝囝儿，也是教会内底即个家的一份子。所以伊讲，恁是上帝的菜园，也是上帝所要起的厝。伊讲上帝有一个园啦吼，一个园丁。保罗伫哥林多前书较头前，伊讲，伫即个园内底，上帝呼召我伫遮来栽种。又派阿波罗，伊前后带查经，伊伫迄个所在培养恁灵命的成长。伊伫迄个所在来压水。我也种。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起的，所以福音的精神属于保罗也的。总是后来上帝用无共款的人来帮衬即个园互伊有。不管是花园还是菜园，互伊做伙一直大长起来所以阮是甲上帝同着无，恁是上帝所做的园既然是上帝园，我想上帝，咱若家己有咧做事的人知影，我望我即个花园是真水的，我菜园有真侪收割一定投入真侪心血，也呼召真侪人来甲伊三甲同工。这也是咱今日南门教会的情形。71年前开始，这上帝呼召的人三甲伫遮来起造，因伫迄个所在买土地起造第一代、第二代教会，到
到咱今仔即马咧享受即个教会，一直拢有上帝功劳，啊，咱也是上帝咧起造的厝，所以头先讲地基是上重要，啊，然后无共款的时阵，无共款才调的人，啊，有的人啊有音乐的温数，有人有组织的温数，有人有建筑的温数，咱做伙伫即个所在，才会通看见今仔日即个规模。所以咱期待上帝建筑物是真坚固也真舒适的。如果台北南门教会是上帝园甲建筑物，你想咱即个花园到即阵表现要有啥物款？咱有真水的花蕊，也是真好的收割，互上帝欢喜啊无？即个建筑物外口看真堂皇富丽，所以咱内面咱的灵命的造就到底啥物款？保罗也讲，教会是基督的身躯啊。耶稣是头，然后可能我扮演手的角色，你扮演骹的角色，你扮演目睭的角色，逐个人拢三角伫即个体内底啊，来一体受苦，百体同受苦。所以，若有人得到阳光啊，逐个拢感觉与有荣焉。所以，咱会通看见，如果保罗讲，咱们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教会的头毋是牧师，教会的头是耶稣基督。除了耶稣基督以外，上帝呼召来将来恁聘无来的牧师，伊的温数可能伫这方面，伊的温数可能伫迄方面，伊会通扮演其中一部分的角色。牧师毋是全盘拢会晓，啊，音乐各方面需要各个群体集体合起来，咱才会通互即个体发挥该人应该有的作用，啊。咱今仔上重要要讲是做上帝家来的人，我们在属灵的大家庭内底。保罗甲提摩太讲，我真毋茫会通关于到你遐，总是有时我的行程会去耽误，所以我先甲你讲，所以才写提摩太前书、提摩太后书。伊讲，我互你知影，伫上帝这个大家庭内底，啊要安怎做？啊，伊甲上帝家庭甲伊定义3项。这个是真活上帝教会，教会是真理的调教甲地基。问题就是咱伫教会内底，当然有人讲都市教会较无温暖啊。啊，我伫遮做礼拜几年，可能也无啥人甲我招呼，这也是咱需要来改变的一个气氛。既然是家人，我们就要互相关心、互相认识。是甲咱兄弟姊妹啊，亲像厝里的人迄款的关系，你安怎看这个家庭？保罗讲，莫去做外面人架骹的。咱爱知影咱的角色是甲圣徒相国，啊，咱是上帝家来的人，所以确实有影啦吼。教会毋是逐工像咱家庭，逐工拢等伊遐困啊，等伊遐食饭啊。教会可能你一礼拜日来聚会一摆，有的人来参加团契等遮的，你无定来伫即个所在，总是教会大小事拢需要咱去关心。所以教会显然有人甲家己定位，我伫即个家庭内底啊，我都做人客尔嘛。啊，也是讲我是敢若我是一个外人，啊，南门教会代志甲我无啥关系。啊，即个。保罗讲无应该是安尼，毋通阁做过路的，毋通阁做架骹的。你是甲圣徒相国，是上帝家来的人。所以咱今仔日临动过去71年内底有真侪即信仰的先辈，到即个时阵，咱嘛有真侪即信仰的好模范伫咱中间。咱三甲伫即个所在，相国意思是讲。我们是命运共同体，咱大家伫台湾这个岛屿，咱是命运共同体。若受到威胁、受到侮辱、啊受到攻击，大家命运拢共款。南门教会会好甲歹，你甲我拢有切身的关系。你敢有迄种的感受？啊，你是毋是等人来甲我招呼，啊来甲我欢迎？啊是我会通去欢迎其他？啊，陆续伫人生的过程中间，上帝安排真奇妙，互你短时间，无人永远可能有来咱中间有人第2代、第3代，还佫伫南门教会，总是真侪人是一段时间我伫附近上班，啊，我厝多伫附近，等等，这个不是
毋是讲所有人拢爱，总是我伫即个时阵，伫即个所在，伫南门教会，我就是即个家庭内底的人，我爱去关心去听即个家庭，所以家庭需要受起造、受维护。你若知影讲，若无咧联络吼，亲像爸母兄弟姊妹，原来会疏远去吼，所以需要一直伫迄个所在去联系、去维护、去关心。所以保罗讲受起造伫使徒甲先知这地基的观点。耶稣基督是真理的地基。这个圣神是真理的调节。所以当保罗伊写到这的时阵，我家己咧读这个提摩太，感觉保罗是咧写批很有感性啦。伊讲到教会的代志了后，伊忽然间去感觉讲大敬虔的奥妙吼。伊伫遐你看这段圣经3章16节、15节吼，伊讲我若去耽误去延前去吼，你继续伫上帝厝好好做工。这个教会是真活上帝教会，是真理的调节，也是所有一切真理的地基。然后后壁做一首诗后壁做一个诗，大敬虔的奥妙，无人唔掠做着这个双重否定吼。没有人想得到这个奥秘，上帝救世间人这个奥妙，没有人想得到。然后伊就描写耶稣基督甲上帝救恩的这6段，等一下我们会讲到。所以感觉上帝奥妙是救恩是这么可畏，所以咱只有用敬虔来回应上帝这个奥妙。所以咱头先来讲，这是真活上帝教会真理的调节。教会的头，咱今日讲天父，就是创造宇宙万物上帝。是永活上帝家，所以咱今日进入伫永活上帝家，毋是某人的教会，是上帝家，是创造宇宙的上帝家。然后这个家是耶稣基督救赎做地基来起立的。如果这个地基咱若无咧传耶稣基督甲伊的救赎，这个教会是虚的，是空的，办了很多的活动，总是你没有得到救恩啊，你没有因为耶稣基督来进入这个这个家庭内底啊。所以教会是用耶稣基督救赎做地基，然后教会调节，咱要搁明白真理是通过圣神的帮助，圣神的帮助。所以主要所以要受难以前，伊伫约翰16章讲，我离开了真理的灵，圣神会来帮助恁，搁较去了解一切真理。所以咱咧读圣经，咱今仔日咧听讲道。讲道部分的真理是牧师家己的领受，总是上帝圣神真理的灵伫咱中间运行，咱逐个人会有无共款对真理搁较全面性的了解。所以这个是教会是三位一体上帝奥妙。然后伊讲到大敬虔的奥妙，无人毋掠做着。有时我即句话读落会哀摇吼。所以用中文来讲，敬虔的奥秘是公认。是咱想袂到，上帝疼世间人到这种的程度吼，伊愿意道成肉身，用肉身来显现，互圣神称义。所以伊咧讲后壁这6项的时阵，伊其实咧甲提摩太讲，你爱互教会这个家庭所有兄弟姊妹知影，所有人爱用敬虔来回应上帝恩典救恩的奥妙。咱就来看这个奥妙到底安怎讲？伊伫肉体显现，这个全能的上帝竟然愿意限缩家己，诚做有限的人，诚做有一个肉体受时间空间限制。虽然伊会行神了，总是毋是 all the time 拢咧行神了，伊嘛受人的这限制中间，伊用人来体贴人的软弱、人的艰苦，替咱来死伫十字架顶。称做义伫神，所以圣神称耶稣基督做义。上帝看伊做义，伊是完全的义人，所以咱对伊的出世，圣神来报消息，对圣神来怀疑，到伫后来搁我证明耶稣基督，你甲我，你是不是同一个等级的存在？
耶稣基督就是上帝道成肉身的上帝。伊讲出现伫天使，即个咱伫圣经内底读足侪天使去甲玛利亚报信，天使去甲迄个过羊人报信。耶稣咧试炼的中间，天使来甲伊服侍，等等到后来伊过活了后，天使甲遐个妇人人讲，伊已经过活，所以出现伫天使一生里面，天使无离开伊，宣传伫外邦，这个是保罗上大的感受。伊本来想讲犹太人上帝选民，无可能外邦人也会通得到这种救恩，总是上帝奇妙的带领，就是外邦人也有份，和世间人拢有份的这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伊突破种族，宣传到伫外邦，然后互人信服伫世间，直到今仔2000年2000年以后，你甲我嘛是因为信服上帝即个救恩的奥妙，咱今仔才组成即个教会。上帝反伫遮做伙来享受上帝嘅快乐。然后伊讲，即个主已经受接纳伫阳光，毋是干那主耶稣基督受接纳伫阳光，将来教会信服嘅人。也会亲像耶稣基督同款，虽然咱是一个罪人，总是伫主的救赎内底，我们也会甲主耶稣同款，将来同得荣耀的国度，伫荣耀的永远的国度内底。教会是伫这个奥妙观顶建立，请你甲我咱做伙来关心上帝教会，你甲我咱做伙伫这奥妙的观顶，用敬虔来回应伊对咱的疼痛。所以咱用这个来做咱今日的圣经，在提摩太前书3章10咱做伙来读。大敬虔的奥妙，无人毋掠做着，就是伊显现伫肉体，称做义伫神，出现伫天使，宣传伫外邦，互人信伫世间，接纳伫阳光。提摩太前书3章10，这个就是神救恩的奥秘。做伙来祈祷。天父，阮感谢你，互阮伫世间短短年日中间，有一个属灵的家，通好来归属。通过迄个阮想袂到的奥妙，你接纳阮做你的囝儿，像主耶稣受接纳伫阳光，阮才会信服伫世间的人，将来也要亲像安尼，伫真理内底来搁较明白你。伫阮行人生的道路到最后的时阵，望阮也受接纳伫你永远的阳光的内底。感谢你听阮的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咱要用圣诗260首，天边海角济济子民来回，请兄弟起立。
请坐赞美，这是咱要请儿童主日学的学生用这首歌《英雄爸爸》来祝福大家，甲赞美。赶快期待在爸爸的怀里。爸爸在这里的人，你们就赶快跑期待在爸爸的怀里吧。好，该抱一下。
以下因为我们今年有很多毕业生了有研究所毕业的有要刚大学毕业要进研究所有要升高中有要升这个小学的但是咱的团结今嘛有咧升级的今年较少啦我这少子化我做厉害的我们今天只有2位要升级一个是赖凤义他小学光荣毕业要升到少庆郑徐清他是幼幼班儿童主入学要升儿童这个班，那我们就请这2位他们要来升级，有一点点感言然后等一下校长还有少期的辅导来迎新好让他们自我介绍，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更认识一下徐清等一下我再介绍他们的家人你要讲话这个很难呢那我们要升级都要考试呢这个幼幼班的要升级我们主日学老师给他出一个题目说爱背主的基督文台语要用台语来背主的基督文，所以徐清他现在要毕业考试没有通过也没有关系，来请徐清来带我们做主导文，好不好？许清，麦克风有开吗？看一下。好，来做基督文，那个风义也要来助阵，好，这个好，一起来。愿你天的杯，愿你的名写，你的光领导，你的旨的家，伫对你亲属你体里，愿你哪里属好外，下边那个好，愿下个风浪，到我亲属。9万，来一起来，9万，因为国关联严根，拢是你手，代代无弃。阿妹。很不简单这个又要记动作，又要背那一个有点困难。那徐清你就先等一下等一下我再给你一个证书今晚就让那一个丰毅他有做 PowerPoint 要不要灯关一下？旁边的那个明安的灯要不要关一下？他用他家的小狗要来访问他了用个人访问荷兰哥怎样？我现在还不晓得他的绰号叫多多不晓得会不会脱落？为什么他叫多多丰毅来，来开始了。徐清真的太棒了！现在让我们来这个快速的回顾这个6年前的影片对啊，怎么会用一个动物森友会的方式来呈现呢？现在你会不会紧张啊？我即马的心情真紧张。不要紧张，先介绍一下你跟你的家人。我是赖丰义，今年主理学毕业。我的阿公是谢刚雄，阿嬷是徐彩秋，即马这个沙老。阿公阿嬷逐工早起拢读圣经。阿公上爱的圣经节是《敬虔兼知足》，就是大二路。
我的爸爸是赖明恩，上班的时阵是电脑专家，转来厝的是搞笑专家。我的妈妈是谢雅英，逐工拢关心我身体甲心灵的健康。妈妈别生气，因为本主持人一概否略参与以上行动。我的大爷是赖清友，啊，不是这个，伊教我行路，是我的好老师。我的二兄是赖宽润，伊教我佚佗，嘛会教我做伙编故事。我是赖丰义，我的生命充满丰富的恩典，感谢上帝。在主日学6年，请说一下圣经中你印象最深刻的人物。圣经内面印象上深的人是摩西。第一，伊倚靠上帝，打败埃及的法老王；第二，伊真可惜，辛苦打拼一世人，无法度进入迦南地；第三，伊的怪真厉害，会变蛇，嘛帮助约书亚小战；第四，我嘛会过伊。是摩西，唔通叫我阿西哦。请说一下圣经中你印象深刻的坏人。印象上深的歹人是埃及的法老王。第一，伊真残忍，增加以色列人的工作；第二，伊的心真硬，经过10摆灾难才认输；第三，我嘛赢过伊。最后，请说一下你现在的心情。多谢朱利欧老师的教导，我即马要去少年团去咯。多谢大家。那迄个徐青也一起来好吗？来介绍一下家人哈。那我们还有奖状哈，要升学的奖状哈。刚刚我们丰毅已经介绍他家人哈，那家人在的我们就一起起立好不好？我看一下哈，阿公阿嬷的后殿哈。徐青的请坐。徐青的家人阿嬷阿伯哈，阿伯郑医师欢迎他们。那少气的跟主理学校长来迎到新的这个真理的学习的阶段哈，来徐青，我少气的会长，看得见。希望如果你家里有囡仔还是孙仔哈，欢迎因来参加咱的主日的少气哈。少气也是到礼拜天早上，礼拜这礼拜该带来家，可以参加少气可以参加主日学哈他们就能够受很好的这个信仰的造就哈。德香我想我们现在就请主日学师生还有少气的。我们今年要送给爸爸的礼物是这个东西，我们放在旁边所有的父亲就麻烦你站起来一下那提到礼物你就坐下来，
今年的礼物是用这个包装，那我解释一下哈。里面是一个浴巾哈。刚刚丰毅有说阿公最喜欢的经文哈 ，Great Game 哈。这个一个浴巾，然后一个运动毛巾哈，一个运动毛巾会装在那个包下来对。Great Game 这个英文是从刚刚讲的，就是提摩太前书6章6节，敬虔兼知足就是大利咯哈。敬虔兼知足就是大利咯哈。那我们这个品质非常的好哈。里面你会看到一个说明哈，在里面有一个浴巾有一个说明，这个是 King Anderson 哈。这个苏格兰最有名的这一种格子装哈，他们特别制作哈，也品质非常的好这也是那个丰毅的阿公一直在强调 TSG 哈，就台湾团结良善，他们还有一些其他这个苏格兰格子的这个产品哈，领带啦等等的哈。介绍一下哈，来，我们看看楼上还有爸爸没有拿到的，还有没有拿到的，请站起来一下哈。我们前面这里还需要，楼上还有没有爸爸还没有拿到的？阿公没有拿到的，来，好，这一边后边。凯恩后面旁边这边穆恩天恩来旁边来那一个徐青后面还有一位好。不晓得那老师有没有拿到？小朋友，楼上讲台上还有2个爸爸呢。再一次来谢谢主路学青少年他们协助多谢咱的钟母周多谢谢康雄兄帮我们准备这么丰富的礼物那一天康雄兄那个阿公运动的这个毛巾他还有一些所以如果你需要的话那一个上面的那一种两种颜色那一个，如果你需要，你跟我们的干事登记一下就是一买就130块130块。那么如果你需要那一个去运动的时候那一个毛巾，它品质很好。列堂等一下去跟思涵登记一下，今天还不能拿到东西但登记一下，这个是不是浴巾就上面那个运动毛巾就130块谢谢。这是咱要来奉献请会议执事甲梁家宏执事来书献。
侪报告。欢迎大家做伙来敬拜。礼拜后，请留来请安交谊，也欢迎到地下室做伙享受爱餐。父亲节快乐！伫爸爸节前夕，先恭喜所有的爸爸，大家父亲节快乐！也多谢主持人小朋友的献诗甲祝福。教会嘛，头拄仔有准备一份礼物送予所有的父亲，愿所有做人的老爸会使继续拍拼做儿女家人的模范，会使荣耀上帝，利益正人。第三，毕业甲升级。恭喜今年咱教会有真侪青少年对研究所、甲大学、各中、高中毕业，头拄咱嘛有办升级典礼，愿上帝继续引领、祝福因人生的道路。小酸组咱拜二手机班甲拜四的长青乐活班，伫9月要开课，欢迎兄弟紧紧来报名。一个班是半年1800，咱即下嘛，社宣组嘛为着即2个班要招募志工，伫后礼拜日爱餐了后要举行，请黄牧师甲倪传道报名。咱要恭喜张牧师因为伫去年伫加州教堂的枪击事件的表现，甲郑医师伫今年有领到美国卡内基英雄委员会的英雄奖章，甲因恭喜。教界消息，北中青年部为着单身的社青，要举办3场的名叫“正做更较好的家己特别聚会”，每人500块，详细请办公室请问。教会音乐事奉协会为着要推广教会儿童诗班，有特别办免费的营会甲课程，请同工甲老师会使踊跃报名参加。北中传道部伫9月7拜六。会使要伫大场顶教会举行中级训练会，请中级用办公室报名。9月1号截止，大多数项请家己看。这是牧师要补充报告。头先有介绍哈，徐青的爸爸还有阿嬷还有阿伯哈，我们欢迎他。今仔日特别来看囡仔。其他唔知我特别爱介绍，我这家无特别的哈。就欢迎咱大家今天就有一点家庭的气氛啦，你有感觉？有那小朋友啊，有老有少哈，这个教会的家庭，所以唔茫咱每个家庭都很幸福咱的教会也都很和谐哈。我们就来做平安礼哈。咱起来继续看。
到缅甸的诗272首，阮爱上帝圣殿。受上帝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救赎的恩典，天父上帝无限无条件的疼痛，圣神的相通医治安慰因带甲咱正大家三合一的，对这世教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默祷。